大家好，歡迎收睇紐約與你。講到2026年布魯克林邊度最抵住、最有潛力，好多人仲諗緊八大道，但其實聰明嘅買家已經將目光移到咗西南面嘅 Bay Ridge。呢度唔單止係布魯克林傳統嘅優質區，近年更加成為左華人家庭遷入嘅熱點。點解呢個區會喺2026年爆發？今日同大家拆解。根據最新數據， Bay Ridge 房價喺2026年初保持穩健增長，平均房值去到80萬美金左右。雖然曼哈頓租金貴到離譜，但 Bay Ridge 嘅一房平均租金大約喺2300元左右，兩房則約3000元，相比之下性價比極高。呢度嘅華人比例逐年增加，目前 Chinese、Cantonese 斜線 Mandarin 已經成為區內最常用嘅非英語語言之一。好多家庭睇中呢度治安好，校區優質，仲有車直達曼哈頓，生活機能非常成熟。嚟到2026年，Bay Ridge 嘅兩家庭 two family 物業成為咗搶手貨。今日我哋睇呢間剛剛上市嘅新屋。喺2026年嘅高息環境下，兩家庭屋嘅優勢好明顯，你可以一邊自住一邊收租，租金收入可以用嚟補貼房貸 mortgage。對於後生華人家庭嚟講，係一個非常聰明嘅強迫儲蓄同資產增值方法。目前呢類優質嘅兩家庭屋，叫價大約喺120萬到170萬之間，視乎地點同裝修程度。總括嚟講，2026年嘅 Bay Ridge 已經唔再係隱藏嘅寶石，而係一個成熟嘅華人中產社區。如果你鍾意空間感、重視教育，又想有穩定嘅物業增值，呢度絕對係首選。想知道呢間兩家庭屋嘅詳細資料，或者想了解更多布魯克林其他區，記得 like 同訂閱我哋頻道，喺下面留言話我知你嘅睇法。多謝收睇，我哋下期再見。呢度唔單止係布魯克林傳統嘅優質區，近年更加成為左華人家庭遷入嘅熱點。點解呢個區會喺2026年爆發？今日同大家拆解。